电子扇枢流通处药师佛，又作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大一王佛一王善世12愿王，为东方净琉璃世界之教主。据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载，月光遍照菩萨与日光遍照菩萨同为药师佛的2大胁侍。此佛于过去世行菩萨道时，曾发12大愿，愿为众生解除疾苦，使具足诸根，导入解脱，故依此愿而成佛，住净琉璃世界，其国土庄严如极乐国。此佛是远不可思议，若有人身患重病，死衰相显，眷属于此人灵命中时，昼夜静心供养礼拜药师佛，读诵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49遍，燃49灯，早49天之5色彩幡，其人得以殊生续命。南昆生代天湖举办罗天大教，台湾第1大教，好多花灯，还有蜈蚣平安桥，还有花灯，灯高都很好，天坛供奉玉皇大天尊、天灵高天穹高上帝，还有5尊神明是5000岁，还有天师坛，还有天上帝的坛。还有左右有榜文，现在做的是北馆的第1类，在过去有万善堂。